拢得到十足的平安。虽然有时阮也会拄着困境，有真侪挑战伫阮的生命中间，但是阮倚靠主，互阮的气力甲信心，互阮会当超越过遮个困境甲挑战。主啊，阮是何等感谢你，学了你，因为你所带来的恩典，充满伫阮的生命中间。所以，阮来到圣殿，就是要伫你的施恩宝座前，主，阮要搁一遍来感谢你，来学了你，恳求你的名得到荣耀。阮也要透过今日的礼拜，搁一遍甲你有亲密的交陪，互阮会当注心来听你的话，明白你的心意，有能力、信心，照你的心意去行，来延长你的生命。恳求主帮助阮，阮只是要将阮心中所有的忧愁、痛苦，所有的烦恼、惊吓，拢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主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用心灵的服侍得到你的欢喜。阮也特别要将今早去服侍正当工，完完全全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保守看顾阮，无论司琴、献诗、诗会、团工信息，主你拢教阮三合二地，找紧圣神加做阮的帮助引带，阮所做的服侍会当满足你的心意。求恩的主啊，我也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看顾阮，互阮的教会属灵的领袖会通看出主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推动各项的事工，互教会所设立的机构所推动的工作，会通延长你的性命，利益伫阮所服务的对象。求恩的主啊，我也特别为着台湾来祈祷。前几天有大的风台来到台湾，伫中南部的所在以及一寡山区的所在，有遭受到一寡伤害。求主怜悯看顾，或者受到损害的百姓，会当赶紧伫相关的单位的协助下面，恢复正常的生活。阮伫即块土地顶面会当安居乐业。阮也特别恳求主你兴起台湾的正教会，共同为着主你所交代阮的使命来打拼。无论伫倒一个区域，拢会当为你做见证，成做即世间的光，世间的盐。求主亲自赐福。阮也特别将阮所徛起的这个世界，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停止所有的战争，互阮会当享受你所赏赐阮真实的平安、和平、甲公义。求主亲自赐福。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万国啊，就称赞上主；万民啊，就阿罗伊，因为伊对咱施大慈爱。上主的信息永远遵守。哈利路亚！称赞上主。请咱大家起立来吟新圣诗第1首。现在，现在，现在，请咱来吟全首。谢谢。请咱做伙来祈祷。现在，现在，现在，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感谢你的怜悯，感谢你的疼痛，用永远有做人伫今仔日早起时，有缘会当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恳求你用永远，互阮伫这个时阵。就会当甲你相亲近，恳求圣神即时就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互阮的心受你的感动，会当明白你话语的奥妙，也求圣神来坚固阮的信心，互阮用行动来遵行上帝你的教示。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阮每一个人有家己的故事，主你拢知，你拢监察。阮有个人久久长长伫你面前祈祷，总是阮有缘咧听候上帝你永远的时阵。阮毋知上帝你的心意，阮也毋知上帝你的时间。总是阮是凭着信心，知影上帝你的确怜悯，上帝你的确施恩，上帝你的确医治。互阮心灵破碎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会当得到你安慰鼓励；互阮肉体失去平安的来到你面前，求你来医治；互阮心挂如久久的事，会当伫你的面前摆列，互你来成就；互你伫阮心所挂念的事的顶面，看见上帝你的大荣耀。主伫过去的这个风台所带来的大水，伫风甲雨的中间，阮体验到上帝你的大权能。阮人算什么？什么款的人遐尼骄傲，会当伫上帝的面前，伫大风大雨的中间来上帝你讲什么？主啊，这一切是你的作为，阮软正。阮无助的人伫你面前，只有会当用阿乐，会当用感谢
来向你祈祷。嘛，恳求主，你特别怜悯伫风雨中失去生命阮的百姓，特别是伫阮教会当信的兄弟姊妹，因的家庭有受损失的，有丧失因的亲人的，恳求天父上帝特别怜悯，特别施恩赐福，坚固因的心神，无低到失去信心。主伫这事顶面，阮也常常会问上帝：你哪会互这个歹的事来发生伫上帝你的儿女的身上？主，阮无明白你的旨意，总是阮只有存顺服的心，知影上帝你的作为的确有你美好的旨意。也恳求天父上帝透过阮有限的生命，伫世间所拄着遮的患难，互阮明白永远活命的真正意义，互阮会当将阮的目光来放伫永远活命，也互阮会当趁着阮还阁在世的时间，尽力来拍拼，尽力来做主你爱阮做的工，就是上帝你交代阮爱宣教的这个工作。恳求天父上帝，你也经过少年教会伫这个所在徛起111年，互阮伫过去所做的工得到你纪念；伫阮未来所要做的工，得到上帝你垂肯愿，你甲阮同工，互阮会当借着圣神你的大权能来做更较侪宣教的事工，引带更较侪人来归入伫上帝你的国度。恳求主，你怜悯阮。软正，阮做无够的所在，愿你亲自来保全。这个时阵，搁一摆恳求圣神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用平静安稳的心来敬拜你，甲你亲近，听你的话。阮的祈祷无完全，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阮的天父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食今仔就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一次，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即阵，请咱来交托启示文，启示文第19篇，伫圣诗后面第36页。启示文19篇，来呀，咱就向耶和华唱歌，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对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洋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来啊，咱就鞠躬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阿免，请圣歌队带咱做伙来学罗上帝，因为吟的诗是轻声入歌心。
我们来共读上帝的话。有两位的圣经，一位是新约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2节，伫现代台语译本新约的部分349页。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上帝的怜悯，我劝恁就将家己的身躯献给上帝，做活我的祭，是圣洁、伊所欢喜的。这是恁合宜的敬拜，毋通互世俗同化，颠倒着互上帝甲恁改造，心智得到更新，互恁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看做好、佮完全的旨意。第2位的圣经伫旧约诗篇111篇第1到第10节，现代台语译本。伫旧约的所在1163页，哈利路亚，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聚集的大会中，我要专心感谢上主。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伊爱伊作为的人，拢欢喜查考。伊的作为尊贵威严，伊的公义永远存续。上主行奇事，互人纪念。伊有恩惠，有怜悯。伊赐美牛互敬畏伊的人，伊会永远记牢伊的约。伊对伊的子民显明大权能的作为，将列邦的土地赐予因。伊的手所做的信实公平，伊的律例确实有效，永远未改变。照信息公正制定，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立永远的约。伊的名是圣，通敬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照安尼遵行，则是聪明。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以上是上帝的话。主任牧师今仔日要带咱的信息是荣耀的圣殿第3讲，也是敬拜的天书第2讲，请咱用安静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长老教会礼拜是用上帝的话做中心的礼拜。咱的礼拜大概分做3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准备的部分，就是叫做听候上帝的话。这顶回咱有讲过。咱会用诗歌、用祈祷、用启应、用信仰告别来为家己做准备。将咱的心准备好势了，咱就要进入第2个阶段。就是领受的阶段，是讲受上帝的话。咱会通过读圣经、甲讲道，互上帝话进入所有敬拜的人的心内。这是咱礼拜的一个重心。第3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当咱领受上帝话了，咱就爱回应上帝话，来应答上帝话。咱会利用回应诗。会用奉献，会用接受祝福册客来回应上帝的话。这是咱长老教会3个阶段，大体上分做3大部分。一个用上帝话做中心，一种礼拜的方式。咱顶回有讲过第1个部分，就是咱伫礼拜开始进前。爱听候上帝降临，咱有提起3点。第1点爱提早到，爱安静心，爱有较无上帝的心。这是帮助咱开始准备要进入这礼拜。然后诗会用宣调，圣歌队用宣调诗，帮助咱提醒咱礼拜开始啊。接下来，咱就
吟诗歌来表达咱对上帝的懊恼。咱伫圣礼典的时阵，嘛会用信仰告别来坚定咱的心志。咱也用启用的方式来懊恼、来感谢、来认罪。所以这就是咱第一个听书准备的听书。咱今日要继续来讲后壁两个听书。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恳求你，甲阮三合之地，求你拍开阮属灵的目睭，互阮有属灵的智慧，会当明白你的话的奥秘，透过你的话帮助阮，会当调整、更新、改变阮的心怀意念，互阮会当伫阮的生活中间。落实你的话来荣光你的圣名，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伫要开始讲后壁的听书进前，有一件代志要先甲大家来分享，就是咱来理解任何美好的属灵的代志、信仰的代志，拢有可能因为一件代志，互伊失去动力。这件代志叫做形式化，意思是讲，咱若做一件代志，不是咧做到尾啊变成例行公事的时阵，这件代志就对咱的生命无迄个更新改变的困难。譬如讲，咱逐礼拜拢咧礼拜，咱若改变做一种例行公事，无来感觉怪怪，来阁无得到啥物。安尼就是形式化，失去了礼拜意义。祈祷嘛是相共，有时阵咱照三顿祈祷，早起时阁祈祷，暗时要困之前阁祈祷，一天至少祈祷5遍。你来变做例行公事，变做祈祷，改成亲像咧念一段文章尔。毋是真正咧甲上帝沟通，这就是形式化。有一个新行业教授叫做杰克迪尔，伊咧观察近代教会，伊发现近代教会有真侪问题，真侪软弱。面对问题的时阵，充满无力感。过去是教会咧影响社会。即摆真侪教会被社会影响，这个教授认为讲，这种情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就是甲形式化、信仰的形式化有真大的关系。伊整理信仰的形式化有3个真重要的特色，咱透过安尼来反省。第一项就是信徒会用知识代替生命，就是。一般信徒会认为讲，我有真丰富的圣经的财物，安尼就有够野。但是伊无法度将圣经的财物运用伫生活中间，落实伫生活中间。所以有丰富的圣经财物，却活袂出基督的生命，却结袂出圣神的果子。这是形式化。第一个象征。第二项就是用传统代替能力，有真侪教会有真侪美好的传统。咱少年教会是100年的教会，咱嘛有真侪美好的传统。比如牧师甲大家分享过，咱教会至少有4项真重要的精神甲传统，甲咱礼拜堂的。这个设备有关系。第一就是咱后壁这个克西马尼园的这个彩色玻璃，在提醒咱教会是一个万民祈祷的殿。克西马尼园的祈祷是耶稣基督咧追求上帝心意的祈祷，所以这个是咱的一个真重要的传统。但是如果你若知影讲这是阮的传统。但是咱拢无咧祈祷，
咱拢无咧照上帝的心意去祈祷，拢无咧透过祈祷来追求上帝的心意的时阵，这就变做形式化。无所毋是讲咱就是安尼啦，但是咱爱提醒咱家己，毋通变做形式化。咱第二个传统就是后壁即个圣经，所有长老教会的礼拜堂，拢会放至少一本圣经伫礼拜堂中间。咧提醒讲，咱的教会是建立伫上帝的话，咱的礼拜是用上帝的话做中心的。但是你知影即个传统，即个美好的传统，结果咱拢无爱读圣经。圣经只有礼拜日的时阵听诗会，就读互咱听，安尼尔。这就是变做形式化。咱第三个传统就是，咱伫圣餐道头前有一个石头，艾欧纳斯。这个石头是咧提醒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但是如果咱拢无咧宣教，咱的一人领一人，一人领一人，变做口号，这就是形式化。所以，遮尔好的传统，毋是干那放伫咱的嘴，是爱放伫咱的心，爱来实行出来。毋通互传统代替能力，无就是信用的形式化。第三项，就是用仪式代替关系。咱有逐礼拜拢有敬拜，但是咱敢真正伫敬拜中间去享受着甲上帝同在，还是咱只是来进行一个仪式尔？咱教会嘛办真侪活动，你甲活动中间有建立甲别人亲密的关系，会当互相关心，迄种疼的关系。若无，伊只是一个活动尔，甲一般的社团无啥物无共款。所以，这就是信用形式化所造成大的困境，嘛是咱爱去做调整的。好，咱透过安尼来反省。所以，只有不是提醒咱爱精心改变，毋通互知识代替生命，毋通互传统代替能力，毋通互仪式代替关系。咱爱精心改变，咱就对咱的礼拜开始。咱要知影礼拜每一个天数到底是啥物意思？咱是爱安怎参与，才是真实的敬拜。所以咱接下要来继续来看，咱顶礼拜已经有讲过第一个部分，准备咱的心。接下当咱准备咱的心了，咱伫礼拜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时间，就是祈祷的时间。伫礼拜的祈祷分做两种，第一种就是公祷。公祷是啥物货？公祷是伫礼拜中间，大家做伙为着某一寡人、某一寡代志共同祈祷。通常会由一个人带领。咱伫第三堂的礼拜，咱有两遍公祷的机会。第一遍是礼拜开始进前，牧师伫10分前，拢会带大家做一个祈祷。咱会为着咱个人祈祷，会为着咱教会服侍同工祈祷，为着教会祈祷，为着台湾祈祷，为着世界祈祷。这是共同的祈祷，普遍性的祈祷。第二个公祷就是师会会带咱做一个公共的祈祷。开喙的祈祷，带领的祈祷，爱引起心灵的回应。心灵回应就是讲，咱毋是咧听人祈祷，咱是甲伊做伙咧祈祷。所以当牧师也是讲师会带咱公祷的时阵，你若心中有认同的时阵，你会当伫你心中轻轻讲阿门。也是讲小可出声嘛袂要紧，莫去影响到别人，程度，但回应讲阿门，这是我心所愿。当
聚会，还是讲牧师带大家感谢上帝的时阵，你心中有无比侪要感谢上帝，你嘛会当讲哈利路亚，嘛会当讲感谢主、阿罗主。你会当有一个回应，因为咱是做伙咧祈祷，毋是听人咧祈祷，所以这是真重要的。参与公道是大家做伙咧祈祷，是共同为着一寡代志来祈祷。伫礼拜中间，咱嘛有祈祷的时间。咱伫第一堂甲第三堂祈祷的时间有几个所在。第一个所在，是伫牧师伫礼拜开始进前，讲道了有一段时间，大概5分钟的时间，迄个时阵司琴会伴奏，咱来安静心，因为咱可能带着真济咱的烦恼、咱的忧愁，咱担心的事。进入这个礼拜堂，咱让利用这段时间求主帮助咱，咱来让将咱的需要、咱的烦恼，伫这个时阵透过祈祷交托给主。搁另外一个时阵，就是牧师等下拢会为着大家做牧养代祷，我会为着病痛的人祈祷。会为着心神软弱的人祈祷，会为着有厝内底人死失的人祈祷，为着特别需要的人祈祷。这时阵，可能牧师嘛毋知影你拄着什么款的问题，你会当亲自向上帝求。祈祷的一个原则就是倾心吐意，你爱将你心中的心意真正对上帝表达出来。你心内有偌济忧愁，甚至你有偌济感谢，有偌济快乐，拢会当伫主的面前来讲出来。这是祈祷。所以祈祷是伫圣经伫即个礼拜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听事。咱大家爱来配合。然后伫祈祷了，圣乐队献诗煞，咱会进入读圣经，甲听信息的时刻，咱过去早期通常有人，一辈人将做礼拜讲是听道理，当然听道理毋是礼拜的全部，但是伊是礼拜中间真重要的一部分。圣经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讲，上帝一切作为拢是信实公正，伊的诫命确实可靠，伊的命令永远有效，按照信实甲公义所徛立。咱嘛讲到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若照安尼去行，就是聪明。所以听听上帝话。是礼拜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咱来到教会礼拜，有一大部分，就是爱领受上帝话，加做咱信仰的粮食。咱信仰若有食粮食，咱的灵命就会成长。所以这是介重要的一个时刻。所以牧师有2项提醒。第一项就是你要专心。其实伫少年教会讲道有若是一个真快乐的代志，因为我发觉大家拢真专心咧听。咱即马搁比过去较方便啦因为你今早期教会甚至一间教会连一本完整的圣经嘛无。因可能有一卷一卷，无完整的圣经放伫教会内底，信徒要家己有一本圣经还是无可能，所以大家爱来教会内底听，有诶嘛无一定捌字，爱听别人读互伊听。所以早期嘅教会信徒
要领受圣经上帝的话是真困难。所以因拢真自信，会当听遐宣导书讲道的时阵，因拢会当把握这个机会，自信去听。今仔咱就加真方便，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摕到圣经，甚至咱的手机内底就有圣经，随时早咧会当看。教会为着要帮助大家，较会当专心去领受上帝话，咱搁做投影片，搁互大家写笔记，这拢是帮助大家专心。专心的目的是咩啦？爱大家听有啦，爱理解讲我这段圣经的信息是要表达什么。所以这就是要求大家一定要专心来听上帝话。第二项，就讲当咱听有了，咱就心爱柔软，爱互上帝话来改变咱。咱毋是讲听了就袂记住啦。亲像雅各书所讲的，你照行了，你发觉你头毛头毛有翘起来，还是讲你衫穿了无整齐，你就会去调整嘛。无你照了，拢无要改变，安尼照行对你有啥物款的路用？圣经亲像一面镜相反，你照咱生命中间的不足。所以咱就爱柔软，互圣经的话、上帝的话来改变咱。牧师咧写每一篇讲道篇的时阵，我拢咧想啥物货？我咧想讲，这篇讲道篇敢若感动我家己。我会当透过这篇讲道篇来改变咱的教会，来改变啥物？咱为什么要讲敬拜天书？搁分2讲来讲。就是我知影有一寡人做礼拜真久的时间，伊对一寡天书嘛无十分了解，所以就是透过这个信息的分享，帮助大家来做敬拜上帝，来帮助大家会当甲上帝有一个好的沟通。所以柔软的部分就是讲，你听了。你有感动，你就爱做调整，爱改变。好，当咱听了上帝话，这介要紧的代志了，咱就爱回应上帝话。回应上帝话，通常有2项。第一项是奉献，奉献包含第一项金钱的奉献。金钱的奉献是真诚的奉献。因为咱在上帝是看咱的心意，毋是看咱奉献的济少。咱就知影，咱所有的拢是对上帝来。咱手中的金钱，毋是属于咱的，咱只是暂时的管家。上帝是咱手中金钱的主人，咱只是将原本得属上帝。咱知影上帝的心意伫倒的时阵，咱将伊放伫上帝要使用的所在，借着安尼来参与上帝的事工。所以咱伫奉献了后，咱拢会吟一首圣诗，圣诗306首，大家会记起迄个歌词吼。咱吟的是其中一节讲：我的钱银献互你。用出拢趁你旨意，我的财情你想事，甘愿行你做器具。这句话最后这句话讲，甘愿行你做器具。行是啥物意思？行就是咱招来嘛，招来较会行嘛。而且上帝一部分尔，所以。咱爱甘心乐意，将上帝互咱的，咱有一个回应。所以甘心乐意毋是勉强现象，嘛毋是冲动下面的施舍。甘心乐意是经过祈祷，伫圣心帮助下面，咱所做的决定甲行动。因为是圣心感动咱，
所以咱所想的，就甲上帝的意思一致。咱所学的，就是要照上帝的心意，放伫伊要使用的所在。这是金钱的福分，但是金钱的福分只是一部分的福分。上帝是要求咱做生命的福分。咱拄则所读的第一段经文讲，保罗先生讲：所以兄弟啊，我用上帝慈悲劝你，将家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的，是上帝所欢喜的。咱安尼侍奉是理所当然。其实这个侍奉吼，意思就是敬拜啊。咱即款敬拜，敬拜就是一种献身的过程，将家己本身献予上帝，予上帝来使用。保罗讲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咱是对上帝来的嘛，咱是上帝所创造的，是上帝所救赎的，所以咱爱将咱家己本身献上，予上帝使用，做上帝的器具。所以生命奉献是咱更加应该爱做的一件事。所以当咱每一遍咧奉献的时阵，你要做一个决志，主啊，我要成做你的器具，求你使用我。然后咱伫奉献了后，师会会来报告，来做集体交通。因为咱除了伫礼拜中间拄着上帝以外，咱也拄着教会兄弟姊妹。约翰一书第4章20节讲，假使有人讲我爱上帝，却怨恨家己的兄弟甲姊妹，伊就是讲白贼的。伊既然无听迄个看会到的兄弟甲姊妹，怎样会当听迄个看袂到的上帝呢？所以上帝鼓励咱，除了敬拜主以外，搁爱学习彼此关怀。伫教会中间，咱来报告教会发生的一寡代志，特别咱的集体的需要。有一寡人有喜事，咱替伊欢喜；有一寡人拄着困境，病痛，也是失去亲人，咱着互相安慰，互相鼓励扶持。因为咱是一个大的家庭，所以咱会分这周报，过去咱拢会印这个纸本的周报，但是最近牧师要啊大家讲，咱有电子的周报哦，电子的周报就是咱会当用咱的赖的迄个咱的官网来下载，也是讲咱会当扫 QR code 来下载咱的周报这个较方便因为咱有这个咱即摆的周报，其实这字牧师看起来即摆已经小可有食力啦，较细字淡薄你若下载伫你的手机你会当放大，会当看而且佫袂浪费纸这是一种环保资源的节省但是你若真正需要，你摕袂要紧因为内底有笔记当然你若下载顶面会当写笔记啦你会好使用所以牧师要鼓励大家较侪使用电子的周报伫这周报中间有记载咱教会的消息，咱得当来关心，互相扶持帮衬。然后最后就是祝祷祝祷。祝祷一般人会了做讲祝祷就是礼拜要结束其实祝祷毋是礼拜结束的意思，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祝福我听了祝福，大家拢真爱我会记得我迄阵伫南部咧服侍的时阵有时阵去其他的教会讲道捌去一间教会伊迄教会是公务中有一支条真大支我咧讲道时看大家拢坐好势好势无想到迄条后壁有坐人咧因用一个小可电视咧看啦，因为迄个早着头前诶
叫要捉倒的时，大家拢走出来，吼！要捉倒的时，大家拢吼对条仔安尼闪出来，吼！突然间加出一个人，吼！我就心中就感觉真趣味，吼！可能大家感觉认为，哎，互牧师的手安尼炸着，吼，招着啦，吼，较是祝福啦，吼，其实毋是啦，牧师只是上帝的工具，只要你认真礼拜，只要你专心去礼拜。整个礼拜你拢会让领受祝福甲能力，但是祝福有一个真大的意思，就是，这是圣经中间真重要的一段文章，就是祭司咧祝福百姓所使用的民数记第6章，伊讲愿上主赐福恁，保护恁，愿上主伊的面光照恁，赐恩典互恁。愿上主举起伊的面看恁，赐恁平安。所以上帝借着牧师来祝福大家，主要是要互大家力量，要互大家力量做啥物代志，要互大家力量找牵大家出去。所以祝祷的第二个意思就是找牵，找牵。就是找牵大家进入咱的生活中间去实践上帝的话，亲像这个以赛亚，伊伫敬拜了，伊有听见上帝的声，讲我会当找牵什么人，什么人肯为咱去呢？以赛亚就马上回应讲：我伫遮，请找牵我。所以牧师咧祝祷的时阵，大家除了领受祝福以外，大家爱明白领受祝福的目的，就是要找牵。所以祝祷的时阵，咱爱对上帝讲：主啊，你找牵我离开遮了，你爱我做啥物？你爱我改变啥物？你爱我为你伫生活中间做啥物款的见证？然后，咱就充满快乐，行出礼拜堂了，就将上帝的话实践伫咱的生活中间，来为主做见证。这款的礼拜就一直持续到后一个礼拜，伊来到上帝圣殿中间宣那个诗会宣调开始的时阵，顶一个礼拜才结束，新的礼拜佫才开始。咱每一天拢咧礼拜，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牧师伫祝祷的时阵，你着爱对上帝安尼讲：主啊，求你互我力量，互我出去了后，会当真真正正做工做盐来为你做见证。落尾佫有两件代志爱互大家明白。第一件代志就是咱祝祷进前的唱尾遍的诗歌对无？上尾一首诗歌，有的词汇会讲上用的诗歌啦，上用的诗歌是包含圣父、圣子、圣神三一上帝的歌词的诗歌啦，所以咱今日等下要吟的迄首508首，这就是上用的诗歌，但是如果人毋是这，譬如讲咱若唱513首，513首就是我拄则所讲的迄个祭司咧祝福大家，迄首诗改变的，迄就是祝福的诗歌，迄就毋是上用的诗歌，所以咱会当诗会时，咱会当讲尾遍的诗歌，还是讲祝福的诗歌，这就是这个差别。佫有第二件代志，牧师若要来提醒。我毋知对当时开始咱教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伫尾仔牧师祝祷了，牧师拢会讲，请坐密祷谢阮强受差遣对无？然后大家就安静，抒琴就抒，后奏就是奏乐奏乐时咱就爱安静心，咱就爱祈祷，讲求上帝互咱开力，等下咱差遣出去了。互我有能力实践你的话，
但是咱通常拢听好伊结束了，咱拢会拍谱啦，吼这有小可有问题啦，吼，因为咱会感觉讲，假用是司琴输了做好，咱会拍谱啦，吼。若安尼就麻烦啦。咱输会输了做好，咱嘛爱来拍谱啊。无输讲得了，你嘛爱拍谱啊。圣歌队唱了，你嘛爱拍谱啊。吼，这毋是，咱毋是归荣光互上帝，归荣光互人，是爱归荣光互上帝。吼所以咱最后的时阵，咱就是安静。吼感谢司琴真认真来为咱做准备，互咱会当安静咱的心。来思考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好，得安静出去，好，咱互相做一寡结束了，咱互相做一寡交陪，好，唯一的咱讲的就是讲，咱若有拍谱啊，就是讲咱要归荣光互上帝啦，好，但是总是会互误解，咱就尽量，不一定爱安尼做，好，这是无需要大家提醒，所以咱用2礼拜时间。将礼拜的听数，大家一一说明，互大家知影安怎参与伫即个礼拜。咱每一个人拢会当透过礼拜，甲上帝有真实的沟通。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阮，伫每一个礼拜中间，拢会当甲你有亲密的沟通。互阮透过真实的礼拜。将阮的心灵甲诚实表露出来，来验证你的性命，也领受你所赏赐阮的快乐，互阮会当伫生活中间实践你的话，验证你的性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过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78首，圣诗178首，愿爱上帝圣殿，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咱准备来奉献。来做奉献的感谢。特别我主阮的上帝，愿他将你所想所予阮的金钱献伫你的面前，我也要将主你所想所予阮的材料来献予你，愿你切恳愿，也愿圣神帮助阮来回应上帝你的切恳。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时阵，我简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一，为着爸爸节的活动，那为着要庆祝爸爸节，本主日开始，咱教会团部委员会要邀请咱兄弟，会当伫10楼礼拜堂的走廊。遐有准备一寡小道具，咱会当伫10楼走廊迄个父亲节活动墙吼，伫迄个所在会当伫遐来翕相，即个做纪念，会当翕好，会当甲爸爸做伙翕，嘛会当翕好，再寄去互爸爸吼，拢会使吼。第二，集体关怀，
毋甘就是咱本会会友杨君杰兄弟的妈妈陈秀兰姊妹，伫6月21安息主怀，已经伫7月12举行入念礼拜，要定伫今仔日下晡2點，伫16禮拜堂舉行個別禮拜，請兄弟關心代禱並參加，願上帝安慰伊族。第二，本會會友鄭可彩環姊妹伫7月12安息主懷。定伫7月29，就是明仔載早起7點20佇原來二濱的景祥樓4樓姊愛一廳舉行入念禮拜，並伫當日就是明仔載下晡1點半伫10樓禮拜堂舉行個別禮拜，請兄弟關心代禱並參加，也願上帝安慰伊族。今仔日報告較少吼。這個所在，請咱會當來看這個所在。咱這位哈，這區真少人吼。恁敢會記得前幾禮拜啥物人坐佇遮？吼，會當個關心看覓吼。拄則牧師有講，咱報告的時陣是咱互相關心嘛吼。所以咱來關心這區毋係啥物人坐佇遐吼，今仔日無來嘛吼。所以你會當個關心，敲電話甲伊請安啦吼。來，這時陣來請牧師，歡迎來賓甲朋友代禱。我首先來介紹今日第一遍甲咱做伙禮拜的新朋友。這有一位叫做曾佩玲，應該是姊妹吧？曾佩玲一條壁面一條壁面，是中山街教會歡迎來參與咱的禮拜。其他到第一遍來甲咱做伙禮拜無介紹到的。而且咱的貴賓等下，咱去甲咱的貴賓室，互咱做進一步的介紹甲接待咱知影咱伫去年有落成即個教會伫第3季有落成一個培育雙人培育中心所以咱即馬來看伊的一個介紹各位咱雙人教會親愛兄弟姊妹，這時陣要來介紹一個會當互咱休困靈修的好所在，就是咱雙人培育中心。好，咱這時來去看覓。這是1樓的大廳，會當提供咱佇遮自習，也是講聽演講。这所在是灵修甲祈祷的祈祷室，咱当伫遮祈祷、读圣经、小组的分享。这是餐厅甲配餐室，咱当伫遮用餐甲交陪。今仔我带恁来看培育中心，
个所在，咱来看。有真舒适的门床，有真便利的夜景，也有真水的风景。我在这边住得很好，因为这里的环境很优美。你早上晚上就可以去海边看山看海看云去。我已经在这里住很多次了。如果喜欢来到有山有海地方来住的人，你会感觉这里会让你心情会很轻松。住这边啊，走路出去外面大概5分钟就可以到浅水湾。但是你若是感觉伤忝，无想要行5分钟的路，这嘛有做者当运动的器材，会当互你利用，互你哪运动哪健康。欢迎你来。双联培育中心是一个会当让你好好休困、好好灵修、灵心得到快乐，身体心灵拢会当恢复健康的一个好所在。欢迎大家做伙来双联培育中心。遐设备实在是真正袂歹吼，咱会当团契聚会吼，活动生活营，也是讲咱个人要灵修的时阵，拢会当来使用吼。所以请大家当较侪去利用吼，多谢。咱这个时阵来做牧养代祷吼。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丰盛的恩典充满伫阮的人生中间。阮有快乐的时，主你予阮学习感谢的心；阮有忧伤的时，主你扶持阮、安慰阮、保守阮。阮感谢主，阮一生上界大的恩典，就是认捌你。得到你的拣选，得到你的救恩，我们因为安尼献出阮的感谢。我也特别要为着阮的肢体来祈祷。阮肢体中间，检查有人拄着心神软弱，求主亲自安慰扶持。检查有人身体肉体软弱的，求主亲自医治看顾。阮的肢体中间有人失去亲人的，求主保守、安慰，互阮看见永远活的愿望，也互阮会当透过彼此的关心、互相的扶持，来成就你的疼伫阮的中间。是阮的主啊！阮有一寡人心中有真侪无共款的困境甲苦楚。求你亲自甲阮三合二体，赏赐阮到遐的信心，仰望你来得到帮助，赏赐阮快乐，互阮伫阮的生活中间，真正能落实你的话，实践你的话，来延长你的性命。求主亲自赐福看顾，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来吟上扬的诗，圣诗508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请咱起立来吟。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你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社温，享受呈现。